好，咱们下半时来接着来172页。现在是学这个转折关系，就是用一个属格在句子中间出现的属格来表示前后呢有一个对比关系。看第3句话，云丹丹巴云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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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丹是学问、本事、功德、优点，就是这一堆了。丹巴具有，这是学问。说具有学问的人，这个巴就是指人了。具有学问的人，对于学问，拉对于学问，看后边动词啊。嘎以云丹美难民，假以云丹美难民，嘎以云丹美难民。假以云丹美难民。嘎，这是塔沃的嘎，就是喜欢。说有学问的人对学问呢喜欢，喜欢学问。这个以呢后边是一个名词，所以有时候啊你会误解，说有学问的人对学问喜欢的学问什么，你有时候会误解，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句子呀读不通，所以呢你就会来往转一个思路来判断。这个以呢不是属格，它是一个转折关系。说有学问的人呢他喜欢学问，然后后边呢是一个对比，就是他另外有一个跟他不同的现象。后边是个什么现象呢？说云丹美难民，就是说云丹没有学问，他这儿本来也应该有一个巴，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但是由于他为了强调这个没有学问的这个人们多，他把它弄成了一个难，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们民，不是这样，则不然，他下边译的，就是说有学问的人呐，他喜欢学问；没学问的人呐，不喜欢学问。就跟我们现在学佛的好多，那一听这个学问，那都是低而下之啊，那都是歪门邪道啊。那搞学问的，这都是贬义词啊！一听说那都是搞学问的，那就是简直是低级的不得了了。你说佛教现在颠倒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没学问的人呐，他不喜欢学问，不但不喜欢，还说那个东西有坏处，说这个学多了要这个要倒霉啊，就跟文化大革命说学问越多越反动一样。现在佛教里头也有这个学的越多越这个叫所知当重啊。对了，好，下边长基紧巴美多了，长基紧巴美多了，长基紧巴美多了。长基紧巴美多了。长是飞虫，就是飞虫类，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叫双翅，这个什么双翅类啊，什么反正就是翅膀的飞虫类。基是枝儿，这个精华。长基飞虫的枝儿就是蜜叫蜂蜜，这是专门给蜂蜜的一个词儿。紧巴是取说抓取采蜂蜜的那个，这就不能人了。这个巴就是采蜂蜜的蜜蜂，它叫采蜜者，对，采蜜者，这是长基是蜂蜜嘛，采蜜者那就是那蜜蜂了。蜜蜂怎么样呢？美多了。对于花朵后边，嘎意虾张忒大民，假以虾张忒大民，嘎意虾张忒大民，假以虾张忒大民。嘎就是喜欢高兴。说采蜜者喜欢花，这是一句话，意是一个转折。而虾张就是那个飞虫了，虾张肉虫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食肉类的这个飞虫。食肉类的飞虫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吸血的、吃肉的、吃这个就吃其他小东西的，食肉类的飞虫。这儿译的是牛虻。这个牛虻的是吸血的，所以它是属于虾，就是肉虫，肉飞虫，食肉类的。铁大民不是那样，不是前边那样，不是不喜欢花，就是因为牛虻它喜欢血嘛，所以它不喜欢花。采蜜者喜欢花，牛虻不喜欢，这是一个对比。就是它这花代表好东西了，学问也是好东西，这是这个而另外一种人呢，他就不喜欢好东西喜欢他的东西。好，咱们读一遍。云丹丹巴云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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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伊云丹美难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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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基金巴美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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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伊下章铁大民，嘎伊下章铁大民，嘎伊下章铁大民。嘎伊下章铁大民。这个举的例子还真不少啊，举这个转折意义的，学的多了，这样咱们理解的好熟悉。再来一句，达拉底大米格给，达拉底大米格给，达拉底大米格给。达拉底大米格给。对于我来说，或者说在我这里，底大这些米格不需要。底就是一个转折，就是说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不需要的，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这些，而需要什么？后边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对比，他需要什么呢？给别屋，给给，给别屋，给给，给别屋，给给，给别屋，给给。国王的头。咱们学过一个头是那个马沃卡纳若国，马沃卡纳若国。这是头的普通的话，这个乌是头的敬语，塔后爬抵消了，只读剩下的那个乌，那个元音发乌，要发平声，变高调了。乌是头的敬语，因为国王嘛，所以要用敬语。国王的头，给需要。咱们先不看最后那个句格，先看需要。说这些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国王的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前不是有一个那个婆罗门去跟国王谈判嘛？国王说你要什么我都给，说要什么都给吗？说给。慢点呢，他就琢磨我怎么把利益最大化。最后他说我就要你的头，树神扇了他一耳光。对，就是那个，他要头是什么利益呢？就是他是对方军队派的使者，就是有一个国家要进攻这个释迦的菩萨的这个做国王的这个国家，他是那个使者来，就是说怎么能够平息这场战争？对方就是说，如果你把他国王的头拿来，那就可以，我就可以撤兵。所以呢，他就要头。这些不要是指的一些说那些大臣肯定是说我给你多少珍宝，他说这些珍宝对于我来说是不需要，我只要国王的头，因为那边肯定给他的这个答应的利益更大。注意这个别后边有个题是句格，就是陈述句在句尾的时候出现一个句格，就是肯定语气，就是这儿没有道理了，就是在最后出现一个句格，没有没头没尾，后边没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它是表示肯定语气，就是说我只要国王的头，非常肯定，就是说你给我什么我都不需要，我就要国王的头。为了表示这个强调肯定，最后加一个句格。
这一下两个都出现了，中间出现了一个属格，是表示对比转折关系。我不要宝贝，我而要的是国王的头。最后加一个句格，表示肯定、强调的意思。哎，我属格在后边也是肯定啊。你刚讲过是？对，是属格，对对对，属格在中间是转折，属格在最后是肯定。这出现了一个句格是肯定。他这学习的语法意义就是这个转折，这还是比较简单，出现在句子中间。你看现在它就是断开了一个逗号，是吧？哎 ，k 加了个逗号，是吧？它这就很明显的这是个转折。好，咱们来读一下哈。达拉底大米格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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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乌格给，给别乌格给，给别乌格给。给别乌格给。再看一句，预备气松马女巴儿，预备气松马女巴儿，预备气松马女巴儿。预备气松马女巴儿。鱼是骨头，白是青蛙。骨头蛙，蛙上边再加一块骨头就是乌龟，哎，就是那个它那个盖儿啊，就是块骨头，哎，青蛙上边背一个骨头就是乌龟。预备就是乌龟。气是字词句，哎，一句子就发展出来就是话，哎，气就是话。松是守卫、保卫、守护。守护话也就是遵守诺言，哎，保卫这个话，守护这个话，这就是遵守诺言。马女吧就是没能，女是能敢，没能够遵守诺言。乌龟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注意这个女吧后边加了一个然，这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拉丁，就是连词。注意这个然呀，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连词，跟那个乃、呆什么就是那个逗号暂时停顿意义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拉丁它有很多形式了，它这种形式经常是用作这个土野地啊，什么这个最多的是用土野地，但是呢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连词，就是跟后边连起来，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连词，就是说乌龟呢它没有能遵守诺言，哎，然后后边还有话，中间加一个连词。后边什么话呢？后边这个咱们就接着来吧。硬白开瓦明给，硬白开瓦明给，硬白开瓦明给。硬白开瓦明给。硬巴是大雁，加撒是游大雁，游大雁 kirva 是带着背负，背着带着携带。民是不是，不是由大雁带着的。ki 是转折关系，就是不是由大雁带着的，而是后边还有一个对比。而是怎么回事呢？是俺让着对报写妹，俺让波对报写妹，写妹。俺让着对报写妹，俺让波对报写妹。我让自己，我自己着走，对吧？欲贪欲，想望，希望，想。是我自己希望走，是我自己愿意走。我是句尾，邪脉说了这样的话，说乌龟没有能遵守诺言，他说了下边的话。具体破坏的什么诺言，现在也忘了。他说的话是不是大雁带着的？具体不知道了啊。咱们前头就学过一句，是他就是大雁带着的，是吧？哎，两个大雁叼一个棍儿，他用嘴叼着棍儿叼上去。他说不是大雁带着的，而是我自己愿意走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反正就是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不是大雁带着的后边有一个民给，给一个属格，就是在句子中间出现一个属格，是对比关系，不是大雁带着的，而是我自己愿意的，这个转折关系。另外就是还注意一个现象，就是八日马女巴日，这个日就是个连词，就是一个拉丁，有时候这个拉它表现为呆，什么就是或者是跟那个奶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停顿。好，读一遍啊。预备气松马女巴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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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背开尔瓦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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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让着对报写麦，牙让着对报写麦，牙让着对报写麦。牙让着对报写麦。呵，这个例子是多。还有一句，就是这个转折义的这个对比关系啊。再来一句：云南北北近切景，云南北北近切景，云南北北近切景。云南北北近切景。云是错误、毛病，缺点，缺点，既毛病也行，缺点也行，这个它的主要的意思。那就是很多的缺点，北北是努力，努力，撒就是以努力的这种方式，努力地。紧是抓取，且是做，或者叫能，咱们说过它这个现在是强调能够抓取，努力的抓取缺点，诸种缺点。下边意思是诸种过错尽兼收。这是有一种人呐，有一种人一听谁会干这事儿呢？我们凡夫啊，干的都是这事儿，贪嗔痴是全收不但贪，而且嗔，而且痴，都是一体的，没有往正确方向走过。然后凡夫实际上就是干这个的，听着很奇怪，实际上就是这样。下边，云丹扎奈米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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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问本是优点功德，怎么样呢？扎呢？扎是根，大树的根，庄稼的根，从根上就是根本，从根儿上就是根本不怎么样。你恰巴，恰巴是保留下来，存留下来，你恰巴就是不保存，不留，根本不保留功德。你有功德他不要，根本下边译的是那种为了凑什么7个字儿，根本不把功德留。他这个就是根本不保留功德。为什么不保留功德呢？因为功德在凡夫看来都是那个傻子才干的，什么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什么那都是他看的这个功德呀，他都认为这是吃亏，他那个缺点都认为是宝贝，所以呢根本不把功德留。我们凡夫就是这样，从根儿上就是从根儿上他就不要功德，这说的是非常确切。下边，给不俺巴求差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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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不就是这个人，给是生，不是一个就是词尾了，给不就是生命是生人，人就是指人，俺巴坏人，这个坏呢不是指这个心眼坏，他这意思叫庸人，就是说这个太次人、低等人、劣等人、一般人，
就是层次比较低，这个品位比较低的，这个坏，品位坏，品位低，就是这意思。秋水擦，筛子网，筛字是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老师的师，是不是这样写啊？筛子网就是这类的东西。擦，秋擦就是它这意思叫什么滤水器，就水网就是滤水器，那就是那个这个好理解。说庸人就好像滤水器一样，行就是好像了，庸人好像滤水器。滤水器是有个什么作用呢？看下边，眼巴紧给嗓包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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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的取了，只取坏的，这个给有这个对比关系。他只要坏的，而好的嗓包敲。敲前边刚也学过，叫失落、逃走、丢失，所以你也可以这个核心记个丢失。但是它更准确的是失落，就是给丢了、掉了，掉了，逃走两个意思。敲，那个前边这是它的现在时，它的过去时是那个削。咱们看166页。你们翻回来166页，上边第一句，最后呢说骑马莽报销，就是丢掉了很多的眼泪，失落了很多的眼泪。这个销是它的过去时，它一个现在时一个过去时用的很经常。再往前翻一页，164页第一句最后说几被盖土骂销，害怕的声音很多，失落。失声削，都是这个削是失落丢失，这个它的现在时就是现在这个敲。好，还翻回来172页，最后是这个敲，就是坏的东西它取了，好的东西都丢了，都扔了。那就是这是说那个水网，就是那个叫滤水器，就是这个作用。你看那个水网被子。粗渣的都留在上边了，那个汁儿精华都就跟咱们包饺子攥那个饺子馅儿一样，拿一个纱布剁好白菜什么都弄好了，拿一个纱布包起来，硬挤那个水，结果把精华都给扔了，把那个纤维渣的都留下了，包到饺子里头吃去了。这就是这个水网的作用。我们凡夫啊，就是这些庸人，我们凡夫就是干这个的。佛教把真理说出来了，精华我们不信，说那个东西太那个费劲了。要什么呢？就要贪嗔痴，就要造业，就要轮回。这就是说的很准确。这个语法现象就是那个最后那一句，眼巴紧给，只要坏的，而好的呢扔了。好，读一遍啊。君南北北紧切景，君南北北紧切景，君南北北紧切景，君南北北紧切景。云丹扎内米恰吧，云丹扎内米恰吧，云丹扎内米恰吧，云丹扎内米恰吧。给不眼巴秋擦行，给不眼巴秋擦行，给不眼巴秋擦行，给不眼巴秋擦行。眼巴紧给嗓包敲，眼巴紧给嗓包敲，眼巴紧给嗓包敲。眼巴紧给嗓包敲。好，下边再学一个这个，这是第二种这个，这叫对比句子的连词，就是马舵。马舵咱们说了，舵是包括，马舵是不包括，也就是除外的意思。前边的东西除外，不算前边的。不算前边，这个是例外，然后后边才是那种情况。马舵来也是刨了前边的，除了前边之外，
都有这个意思。他译这个只就是只是这个，除了这个就不行了，哎，就这个意思。用于前一分句之后，就是说除谁谁不算，前边的那个不算，什么什么马舵这个东西不包括在内，哎，这个意思。除了前边的这个，连接肯定与否定分句，前一分句谓语动词一般都带八，就是这个东西前边都带八，就是除了八代表前边整个情况，除了这种情况。咱们来看具体句子啊。我给西送呢，我给西送呢，我给西送呢。我给西送呢。我是主语，给是国家，系是政治，国家政治就是国家政权啊，系也是政权，国政，国家政权。怂呢，怂是那个锦，前边咱们出现好几次锦了，锦是取，怂是锦的过去时。哎，如果怂跟锦也经常并列用，怂跟锦一用，锦是现在时代表能，就是能取，怂是过去时就代表所取，所以呢锦怂放在一块儿就是一个能取一个所取。说自从我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那就是从我执政以来，哎，自从我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也就是从我当政以来，怎么样呢？塔达潘了，塔达潘了，塔达潘了，塔达是现在，潘是一个表示时间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词，就是它现在是指以前，就是潘就表示这个之前，现在之前也就是以前，或者说过去。这个句子咱们原来好像出现过。塔达潘了就是从现在往前，就是至今吧，至今。拉就是在至今的时间里。三间了潘大呢，三间了潘大呢，三间了潘大呢，三间了潘大呢。三间是有情，就是具有心啊，就叫有情，有心的，有情识的。对于有情，潘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益、有益、益处、好处。大，这是一个咱们说过，也是对于咱们这个佛教的来说，这是用的很多的一个词。基本含义是拴上、挂上、系上，哎，你就可以拴上，哎，它这个拴上利益是什么？就是给，哎，就是给，就是这个给予利益，施予利益，哎，给系上，给拴上利益嘛。他那个经常用的抽象的意思就是叫给你个名字，起名，给你挂个名，叫假安利。起名就是假安利嘛，给你一个名字，哎，给你拴上个名字，挂上个名字，假安利。现在给你拴上这个利益，就是给利益，给友情利益。这个给友情利益，也可以说是停顿。在这说之后不太合适，就是停顿。从我执政以来啊，到今天为止，就是我一直是给众生利益的，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停顿。后边啊，也可以说就是个连词，后边是塔尔巴强求给拉姆拉，塔尔巴强求给拉姆拉，塔尔巴强求给拉姆拉，塔尔巴强求给拉姆拉。塔尔巴是解脱，哎，他日这是一个两个字母合起来一个词，就是解脱。你看，要是从字义上说，到边儿是吧？那个他有的时候有这个有边的意思，然在边上，到边儿就是达到极限了，达到目的了，哎，到了这个到边儿了，哎，走到底了，就是解脱了。强求是菩提道，喇嘛是道路，菩提道。强求是这个
熟练的那个熟练，就是也是就是智慧觉悟，菩提道觉悟道。喇是这个对于菩提道，或者在菩提道里头，或者是冲着菩提道。具体什么意思呢？要看动词。动词是却巴马多，却巴马多，却巴是什么呢？却巴是跟那个内巴有点相像，就是住跟坐，长时期就是住，短时期就是坐，住跟坐。住在哪儿，坐在哪儿，这那个内巴不是就是一个住一个坐吗？这是基本意思。然后衍生出来一些什么呢？叫写明，就是把一个什么意思写到文章里头。写明刊出，比如说什么，你的文章登到报纸上了，把你的文章给这个叫注到报纸上，做到报纸上了，把你的一个意思给注到这个文章里头了，写到这个文章里头了，纳入，或者你就引申可以安置，就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里头，也有点这个意思。现在呢，它是什么呢？我让众生住到菩提道上，坐到菩提道上，入到菩提道上，我把众生安置到菩提道上，安置到解脱的菩提道上。就是我执政以来呢，都是利益众生。怎么利益呢？就是我把众生安置到菩提道上，看他下边怎么益的只是利益众生，使其得以走上解脱菩提之道。他就走，这里头没有走，他把他安置到菩提道上，实际上就是让他走菩提道。这意义出来了。看后边马堕，马堕就是除此之外，不包括前边这个，就是利益众生，把众生安置到菩提道，就是除此之外，除了利益众生之外，除了把众生安置到菩提道上之外，除了这个之外，后边一定还有这个对比关系，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一定要谈。而且那个除了之外的这个情况跟那个情况一定是不同的。除了这个之外，看后边是什么情况是虐把克灾抗养盖马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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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把克灾抗养盖马牛。虐把是危害、损害，克是针，针线的针，灾是尖儿，针尖儿，扛这个地方是一，扛一般是什么和，这个地方是一个针尖儿。危害有一个形容词，危害是什么样的危害呢？一个针尖儿那么大的危害，针尖儿大的危害。养也怎么样呢？给是送，运输，输送，送就送就行了。马牛是经受，体会。经受呢，它在这个句子里头经常就有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出现过，没有经历过，没有过，没有送过针尖那么大一点的危害损害，就是对众生我只是利益他们，让他们走上菩提道。除了这个，除了让他们走上菩提道这件利益之外，针尖那么大点的危害我都没有送给过他们。这个马牛本来是没有这样的经历，实际上转译就成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过，没有经过。你看最后一个是未曾给过，这个过就是这个从这个牛来的，没有过。这个句子以前好像是有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句。这个语法现象就是出现了个马堕就是说除此之外，除了利益众生之外，
是其他的坏事一点没做过。哎，他前后一个对比，广利益众生，所以他这个除外可以译成只是，我只是利益众生，除了利益众生别的没干。哎，所以可以译为只是。读一遍啊。爱给西送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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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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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见了潘大呢，sem见了潘大呢，sem见了潘大呢， sem见了潘大呢，他把枪球给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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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把马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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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把刻在康阳给马牛，越把刻在康阳给马牛，越把刻在康阳给马牛，越把刻在康阳给马牛。还是这个马多有一个例子啊，说这个故事咱们前头也讲过，说推菜怒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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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怒我是弟弟，怒我是弟弟，扑我是哥哥，奴是这个奶乳奶汁儿，奴是弟弟，六个弟弟，除六个弟弟，那时六个弟弟啊。那下边啊，这个下边要改一下，下边汉语那时把凶字去掉，弟弟六人或者六个弟弟，哎，那个周老师的意思是把六个弄到前头，六个弟弟，也可以弟弟六人，哎，也可以弟弟六人。下边啊，霞啊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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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是一天，这一天是这个一昼夜，霞是这个就是一日一夜，简单说就是一天。是五天，拿是在时间余格，在5天里什么意思啊？就是每5天，就好像那一样，哎，每，这就是每5天，够5天就发生一次，哎，每5天，下边译的就是每5天。下边坡强求三百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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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是哥哥，坡是沟头嘛，高处，所以这个他是哥哥。强求三八是菩萨，哥哥菩萨，哎，菩萨哥哥，这个同位语，就是他哥哥是菩萨，菩萨是他哥哥，这两个就是你叫的时候，就是哪个在前头都可以，菩萨哥哥。的重度是面前，重是面前近处附近，读是在哥哥面前或者到哥哥面前，向着哥哥面前的方向。看它下边的动词了，下边动词是什么呢？是却年拜七日着瓦马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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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法，年吧是听，听法，听法的七日是为了听法的这个目的，也就是为了听法，这是这个七日要求的一个格式，就是什么什么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什么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啊？是听法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听法，译成为了听法，然后干什么呢？着瓦走去。弟弟六人每隔5天，每5天为了听法去到菩萨哥哥的面前，哎，这句话就完整的意思出来了。然后下边跟马舵，就是除此之外，除了每5天为了听法去到哥哥面前一次，除了这个之外，下边
情况跟他是一个对比的情况。除了这个，或者说这个除了也可以译成什么呢？他们只是每5天到哥哥面前去听一次法，只是这样的情况。下边什么情况呢？说先给猜记拉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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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时间，另外的时间，记拉记互相1对1，你对我，我对你，互相。其他的时间互相怎么样呢？达日米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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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不要然，就是那个看的未来时，加上然是后边的动词要求的，去干什么？着是走去看，这中间再加个迷呢，就是不去看，互相不去看，互相不就是其他的时间呢，互相之间都不互相拜访，下边译的是其他时间互不探望。这个故事咱们说过，他是释迦有一生是兄妹7个，最小一个是妹妹哈，是这个这饭拿走。对对，他每5天去听一次法，然后呢，这个地势每天他们只吃藕哈，每天把哥哥的东西拿走，哥哥以为是哪个弟弟不够吃拿走了，哥哥就不吃，结果每5天去听法，看哥哥越来越憔悴，后来就问，结果他一说，结果这个说不是我拿的，那个说不是我拿的，那个发的那个誓主要比较有意思啊，要是我拿的，让我子孙兴旺，是这个什么家庭和美，我说我要是我拿的，让妻子什么美貌，什么财富具足啊。他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说，这个马舵就是叫除此之外，或者叫只是做这个，别的不做，所以就是他们只是每5天到哥哥面前去一次啊。好，咱们读一下啊。提猜努卧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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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啊啊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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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强求3百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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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年拜7日着瓦马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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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猜记拉记达日民着，先给猜记拉记达日民着，先给猜记拉记达日民着。先给猜记拉记达日民着。再来一句啊，给别可旁对查那，给别可旁对查那，给别可旁对查那。给别可旁对查那。国王是主语加个撒，国王干什么呢？可旁，这个先说这个旁，旁是什么呢？是高度，很简单，旁就是高度，就是高矮。这个可呢，本身它就是那个叫听见理解呀，这个地方就不太好讲它的意思，就是可旁就成了什么呢？地位，就是一个人的地位，品级。比如说1品官员、7品芝麻官，品级可旁，所以这个意思不太好联系。说听见的高度，理解的高度，但是它这个就是地位品级，对，前头出现过，叫表扬夸奖，厉害一点就是赞扬，就是说佛说了法之后，天龙八部是这个都这个对，就是赞扬啊，这个佛说的好。这个地方呢就不是赞扬了，就是这个表扬夸奖。查是厉害。如果国王把这个自己的地位品级啊夸奖的太厉害了，夸奖的过分了，下边译的是国王过分炫耀权势啊！你国王本来就挺尊贵嘛，他还
故意的来这个炫耀他这个最高的地位，那这就叫略察，就是过分表扬、过分夸奖。如果这样的话，提议他妈拉贝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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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那就是前边的这个情况，以他做主语，他做主语，由他妈是最后，边儿加个麻的尾词就成了最后。蜡是毁灭、摧毁、毁坏、毁灭、毁灭的因，比如一个是材料，材料引出一个抽象意义，就是原因，它就成了最终毁灭的原因。啊，这个看问题很尖锐啊！你这个不如实看待自己，这就是毁灭自己的原因。下边，果阿卡拉胖丢呢？果妈卡拉胖丢呢？果阿卡拉胖丢呢？果阿卡拉胖丢呢？果是门。具体意思是门，抽象意义就是门径、方法、道路、门道，就是方法，两个意思。拿是我，这也不好说。你看啊，门跟我合起来呢，出来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蛋，鸡蛋、鸭蛋的蛋，这也不太好理解哈。我门门我就是蛋，这个地方它就译成鸡蛋，它是为了这个，有时候这个词儿啊它是蛋，但是呢也可能大家平常说蛋啊就是鸡蛋比较普通，所以有时候可能也就把它当成就直接说它是鸡蛋。也许有这个翻译的意思呢，就是说鸡蛋方便，你要说个蛋它这个说着不方便，所以就说鸡蛋，实际上它就是蛋。咔天空，拉向着天空，胖是扔，就是这个扔出去、抛出去，发射，你要是大炮啊、枪啊，就可以说射出去、发射，用手就是扔出去。鸡蛋扔向天空，丢呢？丢是做呀。变化呀，形成啊，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一个它表示这个过去时，它是过去时就表示扔，你扔上去。如果把鸡蛋向天空中扔上去的话，下边恰巴尼嘞显技穷，恰巴尼嘞显技穷，恰巴尼嘞显技穷。恰巴尼嘞显技穷，这个恰巴是破碎，就是这个硬的东西、脆的东西，坏掉了，破碎。泥是旧事本身，咱们说过那个参逆，泥就是这个旧事，它基本含义就是旧事，就是前面那个。有时候它就是就是就有这个本身的意思。来是除了，来是除了前边的这个，除了破碎，那个鸡蛋你要是往天空扔了之后，除了破碎，这个泥呢是强调，就是个破碎的结果。除了这个破碎呢，显技穷。其他的什么囧出现，这是个问话的口气。出现其他什么？还能出现其他什么吗？除了这个摔碎，还能有其他的结果吗？你看后边译的话就比较多。还能有别的什么吗？实际上就是说，出现其他的什么？除了破碎，
他那个话没有说，因为这也是这个萨迦格言哈送的，还能出现其他什么呢？这个说的很绝了。鸡蛋碰遥控呢，只能是破碎。国王过分炫耀权势，只会这个成为最后毁灭的种子啊。他要说成为最后毁灭的种子，还是很准确的哈啊。种子有时候它不一定现行啊。对，这还是比较。我以为他说鸡蛋只能破碎，就是说你一炫耀就必定毁灭哈，那也不一定啊。他说是种子，这是没有问题的。好，读一遍。给别可旁对查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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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他妈拉白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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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牙卡拉胖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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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把你来献祭中，恰把你来献祭中，恰把你来献祭中，恰把你来献祭中。多长时间了？哎，正好，那咱们就读一遍。翻回来是170页。爱普那诺尔纳达鲁松，爱普那诺尔纳达鲁松，达那尔玛出松给，达那尔玛出松给，做切拜行，做切拜行，张密度米去吧嘎，张密度米去吧嘎，康拜俄那，康拜俄那，去帕拉蓬松，去帕拉蓬松，登康那，登康那，第三女上家，第三女上家，有堂缺达儿，有堂缺达儿，举旁觉拉索的，举旁觉拉索的，多尔那米诺尔贤了，多尔那米诺尔贤了，min米觉吧月，民米觉吧月，多尔对那你引的，多尔对那米引的，群蒙西吧，群蒙西吧，鸡蛋白在吧汤，鸡蛋白在吧汤，却狗西吧，却狗西吧，让俺来代白在包，让俺来代白在包，血热蛋白捏吧他，血热蛋白捏吧他，三娃儿女给论别民，三娃女给吕别民，那么卡顶给杜监局，让他顶给杜监局，血把儿女给卡代民，血把女给卡代民，云间年把儿骂哇你，云间年把娃娃你，让军营给取妻儿民，让军营给取妻民，新家年内绝吧你，新家年内绝吧你，待俺对给嘎乃民。对俺对给嘎内，翻过来，云丹丹吧云丹啦，云丹丹吧云丹啦，嘎一云丹美难民，嘎云丹美难民，长鸡金吧美多啦，长鸡金吧美多啦，嘎一下张忒大民，嘎一下张太大民，达啦地大米绝给，达啦地大米越给，给别乌绝给，给别乌越给，瑞白气松马女吧儿，瑞白气松马女吧儿，昂白开儿哇民给，昂白开哇民给，俺让着对报邪脉，俺让着绝吧血脉，军南北北尽切经，云南白白金切金，云丹咋内米恰吧，
云山赞美米恰，给部俺巴秋差行，给部俺巴秋恰行，俺巴进给上包桥，俺巴进给上包桥，俺给西送来，俺给西送来，他打潘了，他大潘了，身见了潘大呢，先见了潘大呢，他儿把强求给拉么啦，他儿把强求给了了，却把嘛多，却把嘛多，越把可在康阳给嘛牛，越把特在唐阳给嘛牛，提菜奴我出，提菜奴我出，下俺俺呐，下俺俺，扑我强求三百冲度，多强求身边重度，却年百七日着瓦嘛多，却年百七日着瓦嘛多，先给菜记垃圾大日民着，先给菜记了记大日民着，给别果旁对茶呢，给别火旁对茶呢，提议他妈腊百狗，陪他妈拉白狗，果俺卡拉胖狗呢，果俺卡了胖狗呢，恰把你来献祭中。恰把你来献祭酒。好，今天学的还不少。